順德聯誼總會雍幼中學一直以多元發展為教育核心，致力培育學生係語文、創科、藝術同體育方面全面成長。學校積極推動 STEAM 同人工智能教育，引領學生連結未來科技世界。老師帶領同學參加全港學界狀元爭霸戰2025，表現卓越，合共奪得21金、14銀、5銅，並於中2級、中3級、中4級中文以及中2級數學均勇奪狀元。學校同老師更榮獲狀元學府大獎以及狀元資師大獎，成績實至名歸。現在有請譚莊玲校長分享培育學生多元發展同學術表現嘅教育理念。大家好，我係順德聯誼總會雍幼中學譚莊玲校長。譚校長你好，學校係點樣多元發展，幫助學生發掘同發揮才能呢？本校創校至今已經有25年，我哋嘅辦學宗旨都係提供優質嘅學習環境，以無微不至去關愛學生。我哋深信每一位學生都係獨特、有潛能，同埋係可以成功嘅。我哋都係秉承住係多元發展嘅理念，為學生係提供廣闊嘅學習機會，喺唔同嘅領域裏面係發揮所長，增強自信，茁壯成長。我哋唔單止係重視學生嘅學業發展，更加係着力提升學生嘅能力同埋素養，去迎接未來嘅新挑戰。除咗課堂之外，學校點樣提升學生嘅兩文三語呢？喺學術發展方面，我哋期望同學係有良好嘅兩文三語。喺課程方面，我哋係會有英語跨課程語文學習。喺活動方面，我哋鼓勵學生係參加唔同嘅語文比賽，同學喺校內亦都會係擔任語文嘅大使。適逢今年係學校嘅銀禧校慶，早前我哋舉辦咗係英語話劇表演、普通話嘅聯校比賽等等。喺校外方面，同學都會參加咗唔同嘅比賽，例如係香港學校朗誦節、香港學校戲劇節、徵文比賽、演說比賽等等。同學分別喺中文同埋英文方面都獲得唔少嘅獎項。而值得最高興嘅係，同學喺比賽嘅過程裡面都係表現自信，去珍惜每次嘅學習機會。推行 STEAM 同 AI 教育對學生未來有咩幫助呢？面對瞬息萬變嘅未來，我哋需要培養學生持續自主學習、創意思維嘅能力，所以我哋都會係積極推動 STEAM 嘅教育同埋係數碼學習。先後我哋設立咗係數學實驗室、未來實驗室同埋STEAM 圖書館。此外我哋都鼓勵同學係參加全港、全國以至係全球嘅比賽。就好似早前本校 3D 動畫科嘅同學，分別係中3級同埋中5級嘅同學，喺翁國基輔校監嘅全額嘅資助底下，係能夠係遠赴到哈薩克斯坦，代表中國香港係出賽 Informatrix Asia 2026。憑住 AI 動畫作品喺國際 AI 圖像同埋藝術組別係攞到嘅唔少嘅獎項，分別係有1金1銀嘅佳績。我哋了解到人工智能亦都係大勢所趨，所以係由前年開始喺初中已經係設立人工智能嘅課程。例如喺 3D 動畫課程裏面已經係加入咗人工智能同埋相關嘅數碼教育課程。我哋成功申請咗唔同嘅資源，推動學校嘅人工智能運用，同埋提升學生嘅數字素養同埋技能。咁亦都好高興，本校亦都係成功參與咗係教育局同埋數碼港推行嘅創新及數字科技學習夥伴計劃，推動學校嘅創科發展同埋創科教育。你希望學生喺價值觀教育中學到啲乜嘢呢？我哋十分注重係價值觀教育。本校中義工隊已經係成立咗多年，我哋期望透過服務係可以不但提供機會俾學生係回饋社會，培養學生嘅承擔精神。此外，我哋學校今年度亦都係以勤勞誠信為我哋嘅價值觀主題，鼓勵學生喺面對困難嘅時候必須要保持呢一個積極嘅態度。經常係舉辦唔同嘅考察交流活動，亦都廣闊學生嘅視野，積極鼓勵同學參加唔同類型嘅活動同埋比賽。就好高興啦！上年有2位同學係透過2025年度學校推薦直接取錄計劃，喺公開試放榜之前係憑住優秀嘅表現同埋成績係入讀咗香港大學。喺體育方面，同學都連續2年喺元朗區嘅校際田徑比賽裏面係獲得男子組同埋女子組嘅總冠軍。今年度更加係首次獲得全滿貫嘅成績。
亦都係屬創校嘅首次，反映咗咧同學嘅積極堅毅精神，不斷挑戰自己。喺音樂方面，我哋咧同時係擁有呢個3個唔同嘅樂團，包括係步操管弦樂團、管弦樂團同埋中樂團。今年度樂團咧都係獲得唔少嘅獎項，就例如中樂團同埋管弦樂團分別喺香港青年音樂匯演裏面係獲得銀獎同埋銅獎。最值得高興嘅係同學喺唔同嘅比賽裏面咧係表現得非常出色，亦都咧係具有自信。此外，我哋咧都相當重視咧個承傳文化㗎。我哋咧過往都有唔少嘅畢業生都係主動返到嚟我哋母校，係擔任咗指揮、教練嘅工作呢等等。各位同學，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你哋嘅學習心得呢？大家好，我係嚟自順德聯誼總會擁有中學中5級嘅賀成美。喺我學中文嘅過程入面，我會覺得中文科教識我嘅，從來唔單止係點樣答題，而係當我人生冇標準答案嘅時候，我應該點樣選擇。例如讀到《岳陽樓記》，我一開始淨係會記住啲名言同埋內容，但去到老師引導我哋思考嗰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嗰句說話嘅背後意思，我先開始發現原來入面講緊嘅係一種責任感同埋承擔精神。佢哋唔係淨係顧及自己，而係會為社會、為他人着想。呢一點其實對我影響好深，令到我會思考日後我做每一件事嘅出發點。至於喺寫作方面，我都發現作文可以去整理我嘅思維。當我嘗試寫清咗一件事嘅時候，我其實同時都逼緊自己去釐清我嘅諗法。久而久之，寫作就變成一種可以訓練我思維同判斷嘅方式。中文科帶俾我最大嘅收穫，我會覺得係訓練我點樣去思考同選擇，唔同嘅價值觀都慢慢喺課本走入我嘅生活，佢哋都會繼續陪伴我迎接未來唔同嘅挑戰。大家好，我是來自順德聯誼總會翁幼中學的中4級陳希妮。如果要我形容自己是如何學習語文的，其實它像是一個慢慢轉變的過程。在學校上語文課的時候，大多是理解課文，完成寫作，準備考試。後來我加入了中文辯論隊，發現辯論對於我有助於我深入學習語文。在辯論中，你不只是要有想法，你還要把它說得清楚，說得有邏輯性。我開始重視怎樣組織我的論點，提前思考對方可能的反駁，而我表達內容也變得更加有條理。課堂使我打下基礎，辯論讓我學會運用，而閱讀則幫助我日積月累。語文說不只是學校的一門科目，而是一種幫助我思考和表達的能力。謝謝大家。大家好，我是順德聯誼總會翁幼中學3B 班的郭瑞，很榮幸可以參加這次訪問。本次獲獎，我感到非常驚喜和感恩。除了自己的努力外，學校和老師的信心栽培也十分重要。至於怎麼學數學的呢？上課認真聽講和下課認真鑽研題目，一點一點去解，都對數學成績有很大的幫助。謝謝大家。Hello everyone, I am Aiden from Class 3B, and I am from Shentak Fraternal Association, Yongbao College. And I am Adonna from Class 3B, and I am also from Shentak Fraternal Association, Yongyao College. So the advice I'm going to be giving is just like that I just said, using social media. For example, using Instagram, you can expand your vocabulary and your use of grammar and English. Using idioms can also help your writing become more advanced so that teachers will be impressed. Well, I've been doing drama for 2 years. I've learned a lot of different English vocabulary from it, and I've also learned to express my feelings for drama. I was also an English ambassador for the school. I helped writing articles for the school magazine and organized the Halloween trick-or-treating event. Another way I learned English and improved my vocabulary was through talking with some of my friends. A lot of the words I learned is also from me communicating. So try communicating more with your friends in English. Remember, always proofread your writing. It is really easy to forget that, and sometimes when you do remember, maybe you're just too lazy to do it. Also, when you're doing speaking practices, remember to record yourself because you can pick up your mistakes and change that when you're actually in the exam. 譚校長，仲有咩說話想同學生分享呢？最後，我深信每一位同學都好似一棵嘅幼苗，需要係精心咁照料同埋呵護。本校係透過多元發展嘅機會，運用創新嘅教學方法，去致力係培育更加多嘅未來嘅優秀人才。
最後，我都預祝今年嘅 DSE 所有同學成功。